南投草屯的复兴里有一户弱势家庭，厝内囤真侪回收物，环境真乱。草屯的主治联络处甲台中主治病院动员60个志工去甲斗拼厝，希望让这户人家有一个清气的生活空间。 为客厅到灶骹，囤有够侪物件，拢无伫咧骹路。将近60个职工做伙整理，将这物件甲清出来，交予草屯镇的清洁队。走道上全部都堆满垃圾，所以我们刚刚是用爬过去，然后那个门也打不开，那必须要稍微挖出一点缝出来，又硬挤进去以后，再把那个门后面的那个空间清出来以后，门才能打开，里面的垃圾堆积如山的垃圾才能够清运出来。 生教处处平时挖苦扣二纸卫生，又不过未晓整理，这一年来呢顿做二会，为1楼蹲到3楼，因为伊嘛是负责照顾对象，这志工知影了后出动该摒扫。以我们以前的打扫的经验，我们常常在做这样的事情啊，这个堆积量还是稳居全台第1的。 志工分工合作做伙整理，刷来还阁消毒，希望讲用上紧的速度来完成，让姓工的乡亲有一个清气的厝通住。